大家好，我係 Andy。我喺運動中心、教會同埋慈善機構裏邊做義工已經超過2年啦。我鍾意做義工，因為可以改善身心健康，認識新朋友，了解更加多關於社區嘅事情，同埋幫助社會上有需要嘅人。以下有啲關於義工嘅資料。呢啲資料係嚟自一個叫做 VODA 嘅慈善機構。做義工嘅目的係咩？做義工係指幫助一啲唔賺錢但係幫緊社區嘅義工組織、社區團體同埋一啲慈善機構，選擇俾出時間同埋你嘅技能去幫助社區。做義工係一個自由嘅選擇。如果你想嘅話，就可以試下。咁義工係做啲咩工作呢？喺好多慈善機構同埋社區團體都可以做義工，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義工，例如園藝、電腦、煮食、維修、活動助理等等。你可以揀你想做嘅類型工作。另外，義工係唔會幫一啲私人企業或者賺錢嘅公司工作嘅。點解啲人會做義工呢？做義工有以下好多好處，可以認識新朋友啦，同埋參加當地社區活動，用到你嘅技能或者學習新技能，好好善用你嘅時間，又或者練習英文講嘢嘅技巧，可以攞啲經驗令你可以寫入你個簡歷，即係 CV 啦，容易揾到推薦人，幫手日後揾工，亦都可以增加自信心同埋成功感。你可以做一啲事情，令到社會或者社區變得更加好。邊啲人可以做義工？如果你喺英國揾緊工作，你仍然可以做義工。你應該同求職中心表達，你仍然可以面試見工同埋返工。如果你申請緊庇護或者係難民，你可以隨時喺你嘅庇護案件裏邊向註冊咗嘅義工或者慈善機構做義工。又如果你係用學生或者旅遊嘅身份簽證嚟英國，你應該睇下簽證係咪容許你喺英國做義工。如果你唔肯定，喺開始做義工之前睇清楚啲規則係好重要嘅。咁做義工係咪需要有好好嘅英文呢？喺認識層面方面，要了解健康同安全、組織嘅規則，你需要嘅任何訓練同埋你作為義工嘅權利係好重要。有啲義工唔需要好高嘅英文水平，例如園藝啦，或者招呼客人、咖啡奶茶等等嘅工作。其他類型嘅義工可能需要高少少嘅英文水平，譬如諮詢工作或者接待。對於某啲類型嘅義工嚟講，能夠講多過一種語言係好有用㗎，譬如廣東話啦、普通話啦、日文或者韓文等等。你嘅語言技巧可以好有用。義工有好多種形式，適合唔同人嘅需要去選擇。以下係義工方面有用嘅資訊。大部分機構都可以幫助你申請車費津貼去做義工。你可以向機構查詢。有啲機構可能會要求你提供介紹人作為參考資料，即係話佢哋想喺你開始做義工之前聯絡一個認識你嘅人。對於同弱勢人士一齊做義工，譬如小朋友，義工需要做背景審查，呢個係叫做 DBS 審查。你可以喺當地嘅義工中心度揾到更加多關於呢方面嘅資料。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義工活動，
你都可以去試下，睇下你對做義工鍾唔鍾意啊！我點樣可以揾到更加多關於義工嘅資訊呢？第一，義工中心喺一個好好嘅地方去揾到相關嘅資訊。佢哋會保留一份慈善機構同社區團體嘅名單，佢哋可以了解你有興趣做啲咩，同埋嘗試將你同義工活動做配對。如果你已經有想要加入社區團體做義工嘅名稱，你都可以聯絡佢哋。第二，你可以聯絡註冊咗嘅慈善機構，同埋問下有關做義工嘅日期同時間等等嘅資料。呢個短片同錄音係喺2025年2月製作，資料可能有變動，你可以向你本地嘅義工團體或者中心查詢，確保所有資料仍然正確。最後，祝大家生活愉快，身體健康，拜拜。